同时呢，可能是趴在地上画画吧，然后我的娃娃就趴在我的边上，陪着我一起。我妈妈大概是看到电视上有一个英语比赛吧，她就说：“来，宝贝，你说2句英语给妈妈听听。”是我当时没有任何头绪啊，我说你让我说什么呢？我不要说。然后她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就把我的娃娃抓起来剪掉了。然后我也不敢睁开我的眼睛，我一睁开我就看到娃娃的一只耳朵掉在地上了，然后后来棉花掉在地上了，就散了一地，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挽救它，我也没有能力保护它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吧，这只是一个娃娃而已。怎么会因为这样的小事对自己的家人记恨这么久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觉得不应该啊。可是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就是每当我想起来，还是会很痛。